如果時間可以增值就好啦。喺做媽咪之前，我從未諗過自己可以有個女。係啊，2分鐘。咁犀利？媽咪，你快啲返嚟同我一齊做 plank 啦。好啊。而家嘅我成日都會想象佢嘅未來。佢第時大個會想做咩呢？畫家、攝影師。總之，你今晚早啲返屋企就有驚喜。好，今晚7點見。媽咪，你坐喺度等我一陣先。Happy birthday。Dear Money， 你瞓到好似隻豬咁，所以我幫你冚被被。我原本想同你分享呢個班蘭蛋糕嘅，因為我哋上次去新加坡玩得好開心。原來有好多嘢我都冇同你一齊經歷。我電話入面每一張你嘅相，我都唔喺你身邊。媽咪都唔想全日工作，返屋企就休息。我都想陪你多啲。如果時間可以增值就好啦。我哋明白每個人都想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。Linda 你好，我係 OCBC 宏富理財客戶經理 Owen。我知道你希望 Kelly 將來可以隨心發展，等我先了解你多啲，咁就可以為你制定切合你哋需要嘅長遠投資方案。我平時投資都會買下股票，不過我太忙冇時間睇住個市。股票方面，我哋仲有 AI Oscar 分析大量數據點，提供智能股票精選多個參考，配合我哋財富管理專家對市場嘅見解同投資意見，按你人生階段定期檢視，調整投資組合。原來懂得理財係可以為人生賺取更多時間。今日我第一次同佢焗蛋糕。考慮到你長遠對教育同財富增值嘅需要，透過我哋全面嘅銀行保險服務，可以比一般銀行提供更多更合適你嘅方案。我會約你詳細傾個 proposal。好啊，唔該晒 Owen。有個好嘅財富管理團隊幫手，就好似活出另外一個世界。今日我第一次同佢打機。你想開嘅新加坡宏富理財戶口，開戶文件我哋都收齊。之後你可以喺亞太區內享有更多禮遇同禮賓服務，去公幹、旅行都用得着。而我嘅投資組合就從此變得多元及國際化。Kelly 嘅未來有好多可能性，我唔會咁早斷定佢嘅方向。我唯一肯定嘅係，而家我有時間陪住佢一齊發掘，無論佢將來係點，我都有時間做足準備，同佢一齊經歷。現晉身華僑銀行宏富理財專享豐富迎新獎賞，借定借還得到先好借。